教主，关于害夫人殒命的凶手，属下追查多日，仍未找到关键线索。继续查，哪怕掘地3尺，也要查出真相。是。还有一件事，城景财庄的现任掌事容嫣，是夫人的妹妹，属下是否需要派人暗中保护？现在局势不明，不能大动干戈。属下明白。爹爹，想吃的都点上了。我还点了阿爹最爱吃的熔岩卤鸽。家族安排的联姻只会分化我在财庄的权利，我要的夫君必须是我能掌控的人。不知王掌柜推荐的靠不靠谱？怎么还带着个孩子啊？爹爹，这个漂亮姐姐是谁啊？模样瞧着倒是挺正的，罢了，先了解一下吧。郎君如何称呼？又在何处谋生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难不成他已经发现了什么端倪？宋景贤曾是军中之人，如今在城中一处宅邸做护卫。我叫容嫣，乃南都城景财庄大掌事，财庄名下产业遍布各州，资产数以万计。不知宋公子每月俸禄能有多少？400文。宋公子，你每月俸禄只有400文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这般条件，你是怎么敢应下这门亲事的？亲事？爹爹，你总算想通了，朵朵这一下终于要有娘亲了。漂亮姐姐，你这只玉镯跟娘亲的好像呀，是不是娘亲让你来陪朵朵的？不是。朵朵，不许胡闹。姑娘，怕是您认错人了，我并非要来跟你议亲。不会错的，王掌柜同那人约定的就是假字号的雅间。宋公子，你也不必觉得难堪，若你人品端正，我并不在意你家境如何。我保证，你和朵朵在南都衣食无忧，享尽荣华富贵。姑娘，你是谁跟我无关，但你确实找错地方了，这里是隔壁。游字号雅间的木牌，王书恒这王八蛋，竟给我推荐这般人物！哎呦，这不是宋景行吗？你这是踩了狗屎运发了财，带着这个拖油瓶女儿来这凤仙楼打牙祭呀！3个人点了2杯茶水，宋景行，你还真是把穷酸演绎的淋漓尽致啊！我在何处用膳吃食，跟你无关。是与我无关，我就是实在唏嘘。想当年你宋景行也是书院数1数2的才子，可你非要去边关吃苦，如今回来连件像样的衣裳都穿不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还把自己娘子给克死了，成天带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的小野种混日子，这事儿啊，也就你宋景行能干得出来。姑娘长得如此标致，为何跟宋景行这等废物凑在一起？倒不如跟我在一起，我保证让你享受荣华富贵。白雪，别太过分！宋景行，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如今可是在城景财庄做事，俸禄高你1000万倍。你做工的那家府邸刚好是我们财庄手下，我随便动动手指
便可以将你和这个小野种赶出去睡大街。爹爹，他好吵，吵得我耳朵疼。你个小野种竟敢嫌我吵！信不信我马上让你爹跪在我脚边给我舔鞋呀！你方才说你在城景财庄做事啊，正是。不知姑娘芳名，姑娘若不嫌弃，不如与在下结识一番。姑娘有所不知，你身侧的这个宋景行，不过就是一个客气穷酸之人。这世道拼的是家世，是势力。我1月的俸禄，便是你10年那也挣不到。姑娘若是跟了我，日后绫罗绸缎、金银财宝任你挑选。你叫白绝？是，姑娘不如和我找一个雅致一点的地方，咱们边吃边聊，这样也好让我跟你亲近亲近啊。不用，我只是确认一下你的名字。你个贱人，疯了不成？竟敢对我动手，你可知我是谁？白绝，你被城景财庄除名了。除名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说这话？从现在开始，这孩子便是我的女儿，宋景行便是我的夫君。你辱我夫君，欺我女儿，便是辱我容嫣。你这不知好歹的贱人，竟敢羞辱白主事！今日我就要你们都走不出这凤仙楼！好好看看这令牌，想想你们有没有说话的资格。城景财庄大掌事容嫣，容大掌事啊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不知道您在这儿，求您放小的一马吧。你现在立刻回财庄，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南都！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容姐姐好厉害，像画本里的女侠一样。感谢姑娘今日出手相助，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，不必言谢。一家人，此话怎讲？意思是我想与你结为夫妻。姑娘，此举有些太草率了吧？朵朵，我们走，等回头爹爹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盐泽酸梅。宋公子，我并非一时兴起，我现在确实需要一个已婚的身份来面对家族的纠缠。你也不愿意让朵朵跟着你吃苦吧？若你肯与我结为夫妻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朵朵便是城景财庄的大小姐。我保证，在南都之内，再无人敢欺负朵朵分毫。爹爹，身边的小伙伴都有娘亲，只有朵朵没有。姑娘，此事我需要考虑几天。今日我还要去我弟弟的婚宴，出门匆忙，并未携带户籍文书。爹爹，朵朵带了，这样我们就能成为一家人了。这下朵朵终于有娘亲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小伙伴笑话了。这丫头真是个机灵鬼，连自己爹爹也给算计了。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之间只有夫妻之名，无夫妻之实。城景财庄的产业你不必插手，我也不会干扰你的生活。不过，我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给你和朵朵最好的物质需求。等到我的家族解决完问题过后，我们就和离。希望这天不会太远。对了，今天能帮我照顾一下朵朵吗？方才不是说要去参加你弟弟的婚宴，把他带上吧。这送我的吗？也太贵重了吧。放心，不贵，也就200万两。
男人出门在外，总要有一些派头，更何况你是我容烟的夫君。对我这么好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想得美，爱戴不戴。来，朵朵，我们走。跟他姐一个样。哥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弟欠的债，我替他还。你说你还就你还呐？给我打！走，快走！弟，我要去从军了。哥，今天你罩着我，等你回来，我罩着你。我宋州发誓，今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咱们兄弟。行啊，那我就等你发财，弟。弟弟，我回来了。哟，哎，这不是宋家大少爷吗？这么些年在哪里高就呀？还真是，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谁家护院呢。哎，宋景行，我叫你一声大少爷是客气呢，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人物啊？今天要不是我弟弟新婚，你们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。宋景行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人家宋大人会认你这个大头兵做兄弟啊？就是，宋大人如今可是程景才庄的得力干将，而你根本就不配参加宋大人的婚宴。哼！弟，我回来了。嗯？满江源，这可是南都最贵的地契啊！你是说到做到了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。去把我的新房打扫干净。什么？怎么？你聋了吗？耳朵不灵光，怎么当看门狗啊？弟弟，你这什么意思？看家护院不是你的职责。还有，要叫我宋大，记住了，看门狗。宋景行，还不快谢谢我相公，给了你这个参观奢华府邸的机会，不然像你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踏入满江源一步。就是，如今这宋大人一炷香的俸禄，够他宋景行1个月的了。现在宋大人是什么人？即将成为程景财庄的大掌柜，货真价实的中流砥柱，跟这种下等人比，这不是拉低宋大人的档次？就是。是啊，宋大人以后可得多多照拂呀。弟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少他妈跟我套近乎！你以为我还是那个对你言听计从的小屁孩吗？当年的宋家早就已经破产了，现在的宋家是我一己之力打拼出来的。看清楚，被众人追捧的是我，现在的你，擦鞋我都嫌脏。宋景行，老话说得好，龙不与蛇居，虎不随犬行。你一个看家护院的，有什么资格和我相公做兄弟？相公，程景财庄应该不缺做苦力的吧？不需要，尤其不需要耳朵不好使的。我儿是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你，幸好你离家从军，我才有机会跟了比你强10000倍的项羽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决定还是很正确的。
哎呀，还是贺姑娘看人准啊！哎，我听说啊，这宋景行啊，在外面生了一个小杂种，现在呀，还带着这个孩子呀，去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啊！哈哈哈。也是，他这种穷酸之人，跟烂货也是旗鼓相当啊！没想到你真的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只不过有的人越混越好，有的人越混越像奴才。那我祝你前程似锦。哎，让开！来都来了，别急着走嘛。毕竟大家是兄弟，不如你把你那个烂货叫过来，让大家开开眼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看门狗！娘亲，我都想爹爹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爹爹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去接他吧。好吧，正好红炉酒楼也是财中名下的产业，我也顺便好好招待一下你爹爹的弟弟。好耶，出发去找爹爹喽！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妓女，也不管你现在是什么人，我只想带着我的兄弟情谊参加你的新婚，别把我们的情面磨平了。情面？你敢打我，是不是分不清状况？像你这样的看门狗，一句话就能让你失业，弄死你，根本不用我自己动手，跟我讲情义。你配？你不就是看我今天结婚，硬要混上来凑个面子吗？怎么了？事到如今了，还想站着要饭？宋锦江，你算哪根葱？宋楚，我们可是亲兄弟啊！兄弟，现在的不配。你看看，被众人追捧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想跟我混，可以啊，给我跪下，跪下，磕3个头，叫一声宋大人，或许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。不用了，宋楚，从今天起，宋景行跟我断义。就凭你，也配和我相公断亲？我说你为什么突然跑过来攀关系？原来是小白脸当不下去了呀！就是，能看得上宋锦行这样贱货的女人，能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吗？还不如让这个贱货来给咱们宋大人陪酒啊！正好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天底下究竟是什么又丑又穷的女人，愿意嫁给你这个无权无势的窝囊废。马上又可以见到爹爹了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五夫君的弟弟在这里举办婚宴，我过来看看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哼，说我又穷又丑，这么多年还没有谁敢这样说我。马上把我吩咐你的东西拿上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这么猖狂。走。我劝你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？他说到此为止。哎呦，宋锦祥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得罪了宋大人，就是得罪了整个城景财庄，整个南都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。到此为止，还轮得到你说吗？就是，你应该好好想想，怎么和这个贱人一起求我夫君放过你。不如你把这里的酒都喝光，爬出去。哎，他们哪配喝这儿的酒？这里随便一壶酒，都够他们忙活1个月都买不起。那倒是，可不能浪费了。别说我不给你机会赚钱，不如你把你家那位叫过来，让大家玩玩，否则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到时候可别怪我不讲兄弟情义。宋大人，这宋锦行这样的人能找到什么好货色啊？我还怕得上花柳病呢！再让我从你的狗嘴里听到垃圾话，
不是一脚这么简单的事儿。看来你真的是活腻了，你始终是不明白我们之间身份的天差地别。很快，我会让城景财庄介入此事。今天出了这个门，那个贱人老婆还有那个野种，通通都会饿死在大街上。说到做到。至于现在，给我打！打残！有事老子担着。好，我真的很好奇，在这云城，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动我容烟的夫君？姐姐，来了。来了，夫君。我去，这宋锦行的二婚老婆竟如此漂亮啊！这身材气质，简直还比顶级的花魁呀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宋锦行的妻子？怎么，很意外？长得漂亮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看你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之前不会是在哪里做青楼女子？你应该庆幸，我只是一个做生意的，这一巴掌换你一条命，很值得。坏人活该！相公，这个贱人居然敢打我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要扒光他的衣服，让他跪下来请我道歉。美人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权势的男人才值得依靠。我是城鼎钱庄新任大掌柜宋周，这个宋景行不过就是一个臭看门的，他不值得你依靠。要不，你考虑跟我？城景财庄大掌柜，正是。一个给我打工的，也配跟我夫君比？啊！小姐，您吩咐的50斤黄金价值1500两，云梦酒价值3000万两，鸿庐酒楼地契价值9000万两，皆已送到。这，邱掌柜，这是我送给夫君的礼物。恭请姑爷执掌鸿庐酒楼，特此送上贺礼。姑爷，宋景行，宋公子乃是我们家荣长氏的夫君，也是城景财庄的现任姑爷。什么？现在我夫君的权势比你高了吧？敢欺负我爹爹，城景财庄的大掌师是我娘亲，怕了吗？小姐，您方才说他们欺负姑爷，是怎么回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出唬人的戏！若非我是城景财庄新任大掌柜，险些要被你们给骗了。不错，鸿庐酒楼转让这么大的事情，肯定是要通知大掌柜的。我们宋大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啊！差点给他们糊弄过去了。这鸿庐酒楼还是城景财庄旗下产业，怎么说转让就转让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简直是自寻死路！放肆！还不赶紧给我们家姑爷道歉！邱掌柜，堂堂大掌柜，你让我给一个看门的道歉？我让你道歉，你就得道歉。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？你好好看看，我究竟是谁？啊！城景财庄大掌事，你是荣掌事？真是瞎了狗眼，竟敢对我们家小姐和姑爷不敬！荣掌事，我不知道是您。你不必知道了，因为你已经被除名了。宋景行，以后你不当护卫，这家鸿庐酒楼交给你打理吧。我们回家吧。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都怪你！得罪了荣长氏，今后我们一家还怎么在南都待啊？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会嫁给你。哟，你这喜宴
怎么冷清的如此之快？荣公子，你不必担心，你那哥哥不过是我堂姐找来的上门女婿，一个没有实权的废物罢了。原来如此。可是，公子，我得罪了容烟，这城景财庄的差事，怕是要黄了呀。有我在，你慌什么啊？容烟挡了高家的路，城景财庄很快就会覆灭，而我爹就会接替容烟，成为新一任容家家主。你很快就能见到宋景行跪在我面前。多谢，多谢荣公子。哼，宋景行，今日的屈辱，我要100倍还给你！这种废物，怎么配骑在我头上？爹爹，我给你找了个好人家。荣府的令牌，我让秋月改日给你送一份过来。有了荣家姑爷这个身份，我也能尽快让朵朵去南都最好的书院，不用再与世隔绝。朵朵呀，她之前欠下的功课实在太多了。龙庭，你想做什么？龙娜美女，听你堂弟说你这里有笔生意，想跟我谈谈。荣子安，他想怎么样？在这文书上画押，想跟朝中的生意交给你弟弟。痴心妄想！朝中的生意我筹备了整整7年，这是我和朝中搭上关系的唯一机会，绝不可能把它交给荣子安。跟我有关系吗？我们拜月会只负责收钱办事。龙庭，这是我荣家的地盘。荣家，我今年带的人不多，门外也就100来号兄弟。要是谈成了，荣家还是荣家；要是谈不成，那这里就该成为荣氏陵墓了。你们拜月会当真是无法无天，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！你知道拜月会为什么能在南都立足100年不倒吗？混账！因为在南都的阴司地界，都由老子说了算。放开我！对吗，荣大长史？他给了你多少，我可以给你，但这生意不可能。行啊，那你就给我10000两黄金。你简直就是明抢！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在明抢。哼，我没闲工夫跟你们磨磨蹭蹭，要么给我拿10000两黄金，要么在文书上画押，不然今天我就要替你换个新侍女了。1炷香时间，要是你还不答应，我就先废了她1只眼睛。这么标致的姑娘，真是可惜了。但要怪就怪你的主子吧。3个数的时间，松开你的手。你这只手就别想要了。我方才没注意呀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还敢管老子的事？宋景行，这事你别插手。拜月会的势力太大，我可以答应的，没事。我是你的护卫，荣府的门威归我。护卫？你是在跟老子开玩笑吗？现在你离开这里，我还能保你一条狗。宋景行，我说了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你先带朵朵出去。朵朵，你……出去？晚了，我龙庭在南都混了这么多年，
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挑衅，小子，找死是吧？我成全你！跟你说了，那你的人赶紧给我滚！大爷的，赶紧把我放开，不然老子现在就让人进来把你们全杀了！等等，宋景行，你放开他吧，我可以答应他的条件。我不同意。娘亲，放心，他们打不过爹爹的，真的哦。那今天老子就送你们上西天！我爹爹可厉害了。小崽子，老子外面有100多号兄弟，一人一刀，也砍成肉泥。宋景行，你放开他吧，我可以答应他的条件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卷进来。朝中的生意我可以给他，只要明天的签订可以照常进行，可以弥补损失。没必要这么麻烦，不就100多号人吗？不算什么。你说什么？把你的人都放出来，规矩你来定。要么我去解决他们，要么他们来解决。行，是条汉子。你们去给这位兄弟送行。宋景行，你疯了！娘亲，等一等就好了。风婷，无论是生意还是万两黄金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快让你的人停手！来不及了，这位兄弟是条好汉，我佩服他。他要是死了，后事我龙庭亲自替他办。果然，龙大长师，还是把孩子的眼睛捂上吧，不好看啊！还有吗？哎呀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只是热了个身而已。我问的是这个吗？你到底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外面真的有100号人？他夸大其词，其实没那么。我还以为真的。一共就99个人，但他们挺耐打的。兄弟，这次是我眼拙，认栽。不过我还是得劝你，如果让拜月会的兄弟知道我死在你手里，你后边不会安宁的。你走吧。你不杀我，没有必要。想找麻烦，我随时放。今日之恩，我龙庭记下了。另外，我提醒你，今天这事背后有高价杀手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我知道了，不过你叫个人请郎中吧。你外面那些兄弟只剩一口气。你真的只是私宅的护卫？你要查我的户籍文书吗？不用了，待会儿我让秋月给你准备100两黄金，你带着朵朵离开南都，去其他地方生活吧。为什么？高家是朝中之人，如果今天这件事是高家惹的，程景才庄恐怕自身难保。我们不过萍水相逢，我不想连累你。高家为什么要盯着我？朝中有我要找的仇人，我染指朝中就是在挑衅高家，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与你无关。好，秋月，去给姑爷准备马车和盘缠。是，小姐。等等，谁说要走？什么意思？姑爷，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，高家在南都势力庞大，实在惹不起。我既然答应保护你们，就不会半路离开。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我会负责到底。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知道高家的权势有多大吗？我们可是有婚书在身，难不成
堂堂一个城景财庄的大掌事，赖账不成？你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荣长师，裴明月姑娘她失踪了。府中护卫可有查到裴姑娘的踪迹？回小姐，护卫们查到裴姑娘是自行走出府门的，可眼下四处查不到人影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容颜啊容颜，你怕不是糊涂了？他不过是个身手好些的护卫，怎能指望他学会裴明月？城西9反，你要去往何处？去找裴姑娘。小姐，姑爷这是……不用管他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召集府中所有人手，务必找到裴姑娘，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春花，去帮我准备笔墨。明日午后，我要在财庄召开宗族与商户议事会，该我们荣家承担的责任，绝不能推诿。小姐，裴姑娘乃当今有名的戏班名角，追捧她的权贵可不在少数。一旦公布了她失踪的消息，城景财庄定会被推上风口浪尖，届时各路势力定会趁机打压。城景财庄可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啊！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春花，去办吧。是，小姐。不愧是高大人要抓的戏台名角啊！这脸蛋嫩的都能呛出水来了。我们这些兄弟什么时候尝试过名角啊？一想到能把戏台名角压在身下，即便是死也是值了，那就绕前玩玩，也不算碍事儿啊。要么我陪你玩玩。要么我陪你玩玩。你是何人？我记得南都律法明令禁止外来引入境，你们明知故犯，是在自寻死路。我说你们南部是不是没人了？我们兄弟几个随便一人，便能战胜一支瑞甲精骑。你只身一个前来，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了？解决你们几个蝼蚁，我一人足矣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给我弄死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怎么可能？犯我南都之，必诛之。你是神仙吗？小姐，仍未传来姑爷和裴姑娘的消息。再等，一炷香时间。别等了，你等不到他们的消息的。是你做的手脚，你们二方近来行事越发肆无忌惮，难道要毁了城景财庄吗？城景财庄只有在你的手里才会走向覆灭，若交给我，定会腾飞。荣子安，若裴姑娘出了差错，即使你接手了财庄，那也是一个烂摊子。你究竟图什么？不，裴明月只有在你手里才会出事，等解决了你，自然有人把他送过来，到时候你就是城景财庄的罪人，而我就是英雄。各位长老，各位掌柜，
我们刚刚得知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：南都名爵裴明月裴姑娘在荣府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啊！失踪了？怎么会失踪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怎么会如此？这怎么回事？荣长士，此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怕是会掀起抵制城景财庄的风潮啊！如今，不少商户都已经提出要终止合作，城景财庄的损失怕是不可估量啊！那接下来，我们就听听荣烟荣大掌事的解释。小姐，门外有人来报。是财庄大长老。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们还想着隐瞒吗？对，我们有权知道真相。城景财庄倒闭了，荣烟，你该向所有喜欢裴明月的权贵们谢罪。接客吧。混账！你干了什么？大量商户跟我们取消合作，城景财庄要沉了呀！今日之后，整个城景财庄的损失将达到10000两黄金呐！我会卸任。卸任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卸任能给我赔多少损失？你是个自负的蠢货！早点乖乖把城景交给我多好呀！你非得落个如此声名狼藉的退场，你说你贱不贱？难道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小姐，要不问问姑爷？我很清楚这不切实际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奇迹。现在立刻派人去找宋景行。找他？真是病急乱投医了吧？那个废物跟裴小姐8辈子打不着一点关系，你找他还不如找一条狗。宋景行，你在哪里？我回来了。是裴明月啊！是裴明月，他把裴明月带回来了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把裴明月带回来？那可是无望殿的人呐！让诸位长老长辈担忧了。方才我一时失察，才遭歹人掳走，幸得宋公子出手相救，我才得以平安归来。那裴姑娘能平安归来就好啊！宋公子好身手，竟从歹人手中救下裴姑娘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多谢诸位今日前来，如今裴姑娘已平安归来，关于合作之事，我们可以继续商议。荣公子留步，方才你说我失踪，还说荣长氏会成为荣家的罪人。如今我平安归来，你是否向荣长氏赔个不是？是我失言，还请荣长氏海涵。荣长氏，此次我能平安归来，多谢宋公子出手相救。为表谢意，我愿将城景财庄的合作期限从7年延长至10年，且合约费用分文不取。裴姑娘所言可当真？要知道，您作为南都名爵，每年的合约费用可是高达千两白银。自然是真的，不过我有一个附加条件，还望荣长氏答应。裴姑娘请讲，只要我能办到，定不推辞。我要宋公子做我的贴身护。
啊！我拒绝。宋景行，他已经是我的贴身护卫了。对，他说的没错。既然这样，那我收回刚才的话。但是我在南都需要时，他必须贴身保护，条件一样，否则我们的合作免谈。你在威胁我？完全可以。裴命令，我现在马上去准备合约文书。不用了，我带了。荣长室，请。合作愉快。此人和你之前相识？我不认识。那他为何对你如此亲密？许是他一时兴起吧。日后少与他来往。他身为戏班名角，身边人脉复杂，你把握不住他。小姐，胡老的贺礼到了，你要不要过目一下？先收下吧。对了，方才护卫来报，说书院的先生找我，好像是朵朵在书院出了什么事情，让我过去一趟。你先忙彩妆的事务吧，我去就行。也好，秋月，让马夫带郭叶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是，小姐。奇迹原来真的会发生。我的儿啊！让你动了吗？起来！你知道我安排无望殿的那些人入南都冒了多大的险吗？我也不知道那个宋景行他能把裴明月救回来，宋景行究竟是什么人？派人去查过了，就是一个寻常的护卫。护卫？你是蠢货吗？师妹那帮人虽然不是无望殿的主力，但区区一个护卫，能从他们手里捞人？哼！3日后封将大典，我高家为此准备了7年，绝不能让容烟接触战部，继续调查徒生变故。城景财庄绝不能留，立刻铲除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高少爷，我们还有其他办法。胡老今夜要在自家大摆寿宴，容颜想和求子合作，我有把握，这次让他折戟，还能借胡老之手除掉他。下去吧。走走走。容烟、容舒雨，你们这2个姐妹都是贱人！帮我去查一查宋景行这个人，有必要的话，即刻铲除。爹爹，原来你便是这丫头的父亲。正是，夫子叫我来有何事？听闻你不过是个看家护院的仆人，也难怪会教出这等顽劣不堪的孩头。你家女儿容朵朵
将同窗赵长一打伤。哼，今日便把他带离书院。我文轩书院绝不会收这般无礼无德的弟子。你当真动手伤人了？爹爹，我没有啊。还敢狡辩？那长一公子脸上的伤，还能是他自己撞出来的不成？他真是自己不小心撞到廊柱上的。就是你打的我！瞧瞧，瞧瞧，年纪尚小就学会说谎，还一身戾气，将来定是个祸端。我女儿所言，夫子不肯相信，为何昌仪说的话你就全信了？人家赵昌仪的父亲，乃是成景财庄醉仙楼的大掌柜，这般家世教出来的孩子，品行怎会差呀？你看看你家朵朵，哼，即便穿了件像样的衣服，也掩盖不了一身的寒酸气。原来夫子判断是非的标准，看的是家世的高低啊。那不然呢？人家富贵子弟哪那么容易惹出是非来呀？反倒是像你们这种穷苦百姓，为了生计，什么事干不出来呀？啊！哎呀，赵掌柜，周夫子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？您家公子就是被这丫头打伤的，我正打算将这父女二人赶出书院去。儿童孽畜，还不快速速向我儿子道歉！孽畜骂谁？孽畜骂你！爹爹，你看，那有一个傻子在自己骂自己呢。再说一遍，立刻马上给我儿子赔礼道歉，随后带着这个丫头滚出文轩书院！你们这些穷酸贱民，快点给我道歉！这般无礼是谁教你？让你道歉你就道歉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夫子方才说赵掌柜家教良好，这就是您口中的良好品质。一个孩子能说出如此刻薄之言，做出如此无礼之举，我儿说的有错吗？周夫子，这文轩书院的档次越来越低了。今日我儿受伤不是小事，若是被这穷酸的姑娘染上脏病，你担得起吗？像你儿子这种信口雌黄之人，应该滚出书院。你敢打我？不分黑白，打你如何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乃是醉仙楼的大掌柜，我身后可是南都赫赫有名的成景财庄。你是什么身份？敢骂我？哎呀，满口粗鄙之言，果然是市井小民，毫无素质。他言语刻薄，动手伤人，这就是您口中的素质是吗？赵掌柜乃是见过世面的有识之士，我院向来坚持英才教育，自然更信得过赵掌柜与昌仪公子。好一个英才教育！这个文轩书院，我女儿不读也罢，免得被你们英才教育带坏了。罗德，走。想走？我让你走了吗？你想做什么？你们父女二人必须给我儿子磕头道歉，否则休想离开这里。老贱种，小贱种，快跪下来给我道歉！不许你骂我爹爹！嘿，小杂种，敢伤我儿子！敢动我女儿试试！哎呦！爹爹，你刚才还说动手是不对的。打畜生不算。竟敢动我！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？我可是成景财庄醉仙楼的管事，一个小小的护卫，也敢动我？哎呀，我就说这一家人都是野蛮人，今日之事我定要报官处理。你说谁是野蛮人？荣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有所不知，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对蛮不讲理的妇女，这个小兔崽子还打伤了我的儿，做父亲的还敢对我动手！荣长师，你……我便是这孩子的娘亲，你方才说的杂种，指的是谁？荣大管事，您说您是这丫头的母亲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是这丫头的母亲？即刻去办，将这文轩书院买下来，无论花费多少银两，都要办妥。你
被解雇了，立刻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书院！完了，你同样也是。解雇我，荣大长师，你可想好了？我在醉仙楼当掌柜多年，我掌握的资源数不胜数。离开成景财庄，有的是人想邀请我，别以为当了个大管事有多么了不起。你给我等着，我大可以找人教训你们后再离开南都。儿子，走。还不走？等什么呢？等他叫人，让我泄泄火。叫！狼哥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就是这一家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不仅打伤我儿子，还对我动手，甚至不把拜月会放在眼里。狼哥，你们怎么会伤成这样？别问了，昨日阴沟里翻船，栽在了一个硬茬子手上，上百号兄弟都给干趴下去了。我们几个今儿能站在这里啊，也是万幸。正好我他妈一肚子气没处撒。你说的那个人在哪儿？狼哥，你看，就是这一家三口，男的是个护卫，女的是个商人，还有个小丫头片子，都蛮横得很。我们可是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。今日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帮兄弟你出了这口怨气。走。景爷，狼哥，景爷，狼哥来了。景爷，你可别折杀小的了，什么狼啊，你叫我小狗崽子就行了。狼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向他们下跪啊？我干你老母！这么一尊大佛你都敢得罪啊？今天就算是龙哥来了，也得恭恭敬敬的喊他一声景爷，还不赶紧跪下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贱骨头，老子让你跪你就跪。他是你的人啊？不是，小的跟他不熟。要不你反抗一下，我不会跟龙庭说的。小的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6、7岁孩童，今天完全是被那个奸人设计害的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放小的一马。那要不你再叫点人过来？宋景行，你收敛一点，朵朵还在这儿呢。娘亲，其实朵朵心里火气也很大的。哎呀，你们父女俩真是。嫂嫂，您叫小的小狗就行。嫂嫂。罢了，按照你们的方式解决吧。宋景行，朵朵，跟我回家，我有事跟你们说。景爷慢走。你俩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兔崽子给我抓起来，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他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狼哥，景爷气场太强了，小的腿软的站不起来。操！你这么一说，我的腿也软了。哎呀！你教育朵朵的方式太过于冲动，日后朵朵的课业还有德行教育，便交给秋月负责吧。我不要，我要爹爹给我读画本，还要爹爹教我骑马。此事并非与你商议，宋景行，你觉得如何？秋月心思细致，做事稳妥，把朵朵交给他照顾，我放心。爹爹，你背叛我！休得胡言，你可是你爹爹的心头宝。秋月，带小姐回房休息。是，小姐，胡老的东西我先放在这儿了。今夜你同我一起去胡老的寿宴。胡老？胡言，夜兰4大神将之一，如今的南都大将军。为了这次的合作，我筹备了整整7年。这是在朝中我查明姐姐死亡真相的唯一机会。你姐姐？宋景行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行，今晚我随你一同前往。
倒忘了你也曾是军中之人，能见到胡老这般传奇人物，难免会是谁。寿宴上的事都安排妥当了吗？高少爷放心，万无一失。宋州已经在贺礼上动了手脚，今天容颜与宋景行必死无疑。宋景行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堂姐，你当真是执迷不悟，都到了这步田地，你还想跟高家作对？我从未想过和任何人作对，我只是想查清姐姐的死因。还真是自不量力。高鼎、齐校尉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是鸿门宴啊！宋景行，在高家面前，你所倚仗的程景才庄屁都不是，死到临头你还敢嘴硬？就凭他？你说你参过军，难道不知道南都战部的所有统领皆在我父亲麾下？就算是胡老，见了我们高家的人，也要给3分薄面。见到我，你竟敢不行跪拜之礼！在南都配得上让我行礼的人并不多，正巧没你狗仗人势的份儿。混账！宋景行，你可知站在你面前的是当朝宰相的嫡子？我说了，是狗仗人势。好，够胆！齐瑞，杀了他！上！高鼎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你当真以为南都战部是你们高家的天下了吗？他说他是军中之人，不过我已经找人查阅了南都战部的所有名目，根本就没有宋景行这个人。什么意思？一个不在战部名录上的人，却谎称自己是南都军兵，出现在胡爷的寿宴上，肯定是居心不良。容颜，包庇罪犯，你已是同罪，今天你一样出不了这个门。齐瑞，还在等什么？杀了他！都给老子把刀放下！胡爷，高公子说这小子有问题，我必须保证您的安全。放下！我不想说第2次。胡老，你这是要包庇这2个罪犯吗？高鼎，你想给我定罪，也得让你老子亲自过来说。胡老说的哪里话？见过胡老。你这小子看着眼熟啊！当年蛮将来犯，北境招揽兵士，我曾响应，在北境待过几日。行了，这小子没问题。啊，胡老，高公子已查验过他了，他身份不明，你可不要被他骗了呀！混账！你是说我在搬弄是非？不敢，不敢。软骨头！参加过抵御蛮将之人，都是在南都国难当前立过功的，每一位都是忠兵英魂，我绝不允许他们受任何人的屈辱。行了，在座的各位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快说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在这多说。胡老，我是程景财庄的大掌柜容烟，此次前来特为您祝寿，请您笑纳。都放桌上吧。小辈确实有一事相求。说吧。这是我们程景财庄最新研制的军用连弩设计图，想和朝廷达成合作。起任。这是我姐姐还在程景的时候就在研发的器物，可惜她现在见不到连弩面试的那一天了。不对，这图有问题。
通体的密信。什么？混账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走开！小子，你是要造反吗？胡老，这件事情有些蹊跷，城景财庄没有通敌之实。大错已酿成，密信是从他拿来的图纸里发现的，他脱不了干系。胡老，城外发现不明势力的兵马动向，好像是冲着咱们宅子来的。祁瑞，你先立刻带人前去探查敌情。胡老，城外兵马数量不足，且来势汹汹，我们现在人手不足，恐怕难以抵挡啊！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？现在他必须立刻接受审讯。胡老，他不是这种人，我既是他的护卫，也要尽到保护他的责任。宋景行，你……胡老，作为丞相之子，请你立刻诛杀这2个罪犯。宋景行，当真要跟我作对？给我1炷香的时间，我能查明密信的来源。皇上，你真以为他能查清啊？苟延残喘吧。胡老，不可听他胡说八道啊！眼下当务之急是抵御城外的敌兵啊！你真的有办法？但我有个条件。事情还没做就谈条件，胡老，看来他们真的是有备而来。胡老，此事绝不能姑息。哼，都给我闭嘴！长辈已逝，哪有你们插嘴的份儿？这里只能你跟我留下来。绝对不行！想把我们支开，然后对胡老动手是吧？你胡了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胡老绝对不能信他。如果我想动手，你早就变成一具尸体了。祁瑞，得留下。可以。胡老，都给我滚出去！谁再敢废话，一刀剁了他！开始吧。记住，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小子，你先安静，我要看看谁动的手脚。怎么跟胡？宋昭，你可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？这种电人密信的手段，只在当年跟随教主时见过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只剩下半炷香了，这密信全南都所有翻译加起来，或许还有望破解。就凭他，绝无可能。垂死挣扎罢了。宋景行，你这窝囊废，终要死吗？宋景行说到做到，这密信的来源已经查清楚，容颜姑娘是清白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她一个人？哦，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？胡老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南都竟然能有这样的人才。行了，松开这位小姑娘吧。你真的查清了？宋景行，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连弩的设计图不错，明天你过来，我会带你进朝中议事。是，多谢胡老。至于你们，胡老，我滚！是宋州搞的鬼，
他是在找死吗？胡老，希望你能给小周一次机会，毕竟他是我亲弟弟。确定吗？但愿这次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希望他能迷途知返。你们走吧，我累了。等我解决城景财庄，你会明白招惹我的下场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动不了城景财庄。胡老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我现在心情不太好。锦行啊，寻回小周后，定要好好照料他，别让他走了歪路。娘，希望他这一次能明白我的用心吧。宋景行，我曲檀，兄弟，还真是你啊！你什么时候从北疆回来的？刚好今日我做东，走，咱们喝酒去，走。哟，这不是当年私塾中夫子最喜欢的宋景行吗？是啊，还真是巧了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今日咱们要好好叙叙旧。来，继续，走走走走。谁说让他做了呀？林兄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说曲檀，你能不能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往这边拉呀？他宋景行当年再厉害，如今也不过是从北境退了的废物。林兄，大家好歹是同窗一场，你这么说不好吧？曲檀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现在是你求着老子给你出资排戏，星夜，如果你惹得我灵儿不开心了，那戏别想排了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曲檀，林公子可是我们南都最大戏班黄龙班的领班，他要是不让你唱这个戏，在南都就没人能唱。哼，事业为重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慢着，林兄。林兄，听闻你和这宋景行还是发小。是。今日我的灵儿想看一场兄弟反目的戏，如果你演得让他开心了，我让你在南都最大的台子上唱戏，怎么样？赵公子，你坏死了！曲檀，听说你为了这出戏把家底都掏空了，机会就在你手里，你要还是不要？啊！林公子，你敢这样想吗？宋景行，他是我兄弟，我实在下不去手。你他妈不要给脸不要脸！到此结束。撒开！玩弄他人的情谊，有意思。曲檀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没有把握好。林公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，我给你跪下行不行？我给你跪下！起来，看着我。我介绍一个戏班名角给你，钱不是问题。去请裴明月、裴姑娘。是。裴明月，宋景行，你怕不是个失心疯吧？裴班主乃是南都最大戏班黄龙班的班主，你们什么档次？他会亲自来见你，还来帮你朋友唱戏。逗死我得了！姐姐，他说的对，裴班主对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存在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可不可能？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你要是真能把裴明月请来，我跪下给你磕头叫你爹都可以啊！他欠我一个人情，请他唱出戏，想来不难。还在这装，拿我们当傻子是吧？蠢货！许檀，明日我会让你所有的负面消息传遍整个南都，你等着做一只被追着打的老鼠吧！还想唱戏？我让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唱一部戏！林烨，多闯一场，
非得要做的这么绝吗？这就绝了。对了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其实压根就没想要你的戏，我的灵儿也根本不想唱你的烂戏。今晚过了，只是想逗你玩的。混蛋！你他妈敢打我！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林烨，我看活腻歪的人是你。裴姑娘，裴姑娘，这两个废物想借你的名号招摇撞骗，我正准备教训教训他们。对，裴班主，尤其是那个宋景行，到处造谣他跟你有关系，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对您的名誉有多大的损伤啊！林恩公子，他也是为了维护您。造谣没有这回事，我确实倾慕宋公子。什么？林烨，我黄龙班不是用以欺压他人的辈情。今日起，你被除名了。滚！等等，你的账还没算完呢。宋景行，我都已经被戏班开除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拿着。宋景行，你别太过分啊！闭嘴！曲檀，如果今天要是我不在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你还有没有血性啊？你是不是懦夫？凭什么把我当傻子耍？这狗一样搅你，你却把我逼上绝路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曲檀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赶紧走！志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志行。这就是你说的，心情不好，要一个人待着。这是城景财庄大掌事容烟，怎么不说话？现在好多了。因为他。是啊，宋公子还说陪我去买花。我可没说，你别乱说。爷爷，你也要当朵朵的小娘吗？死丫头，别添乱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未娶我未嫁，我也不介意你带个女儿啊。我介意。跟我回家。城景财庄大掌事容烟和戏班名角抢一个男人，这说出去谁信？容掌事，宋公子又不是你夫君，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掌事，府中出了急事，你快回去看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说什么？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我们改日再会。慕容大人，不愧是原木商行的总管，好魄力，直接断了他们的木料供给。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制造着弓弩。敢与兵部签订契约，却无法按时兑现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慕容云，你此举究竟是何意？哎呀，这是一家三口上门兴师问罪来了。我家工坊即将开工，你却突然毁约，你可知此举会让我蒙受多大损失？容丫头，你且想清楚，你是以何种态度与老夫说话？容颜，原木商行掌控着全南都80%木料，其家底可比国库殷实。商会的总管慕容大人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诸侯的礼遇。你什么身份，在大人面前大呼小叫？啊！容颜，以高家在南都的影响，你猜猜原木商行会选你，还是选高家？只要高家亲自出手，让你城景财庄覆灭，就是翻翻手的事情。既然我们原木商行发了话，那南都境内没人敢跟城景合作，你们只能等死。是吗？我觉得众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。宋景行，你别。他只是原木商行的主管，做不了原木商行的主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老夫？蠢货，你可知总管2字的分量？在这口出狂言，你是着急去死吗？主管的权威还能大过主家不成？主家还没发话，你就肯越俎代庖了？容颜，老夫可否将你们这番话视作对老夫
对原木商行的挑衅。来人，传我号令，即刻向主家禀明情况，让主家亲自下令封杀城景财庄。等等，慕容大人，无妨，就让他禀报吧。宋景行，你别闹了，原木商行不是我能招惹得起的。城景财庄的家产和原木商行相比，根本就是沧海一粟。慕容大人，他都挑衅到这个份上了，若不加以教训，外人岂不是会觉得咱们原木商行软弱可欺？景行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，等我稍后亲自备上厚礼，求见原木商行的主家，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们没有机会了，今夜过后，老夫会联合高家覆灭你城景财庄。龙烟，要怪就怪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。什么？联系不上主家？怎么会？怎么联系不上了？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一炷香内，让玉子言带着合约文书来这找。是。啊，走，我们去签合约文书。宋景行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？人呢？宋景行，你当真认识原木商行的主家呀？他是我的旧友。旧友？就凭你？原木商行主家的身份何等高贵，你不过是个寻常的护卫，也敢攀附这层关系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漂亮小丑！哼，容颜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把城景让给我；第二，城景今夜覆灭。高公子可没什么耐心了。2个选择，我们一个都不会选。从今日开始，城景财庄会被原木商行全力支持。痴心妄想！主家，宋景行，真的是你啊！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这模样？哎，你再这么毛手毛脚的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在南都待不下去啊？放肆！宋景行，你可真眼前地人！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景行这般说话？主家，我缺待了吗？这是何意？合约上你随便填。随便填写？听他的，原木商行不差这点银钱。主家，万万不可呀！你是何人啊？我是商行的总管，慕容云。哼，原来是你啊！你被解雇了。为何？只因我是主家，想解雇谁，便解雇谁。滚！妈的，这个宋景行究竟是谁？像他这般身份，不可能是无名之辈。可为何我查不了他半点信息？宋州，高公子，宋景行早年间便离开南都，我也不知啊。难道他是某方暗卫组织的人？可他这般身份，为何要接近容烟？罢了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城景财庄。高公子，城景财庄现在得了原木商行的相助，如日中天，我们已经挡不住容颜接触朝中的脚步了。拦不住，便取而代之。容烟最大的破绽，便是他大长师的身份。您的意思是，我们只要证明他姐姐容淑雨的孩子已死，他这个位子便会成为无主之物。既然是无主之物，自然有能力便能拿下。宋景行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过是徒作嫁衣罢了。我要拿下现在的城景财庄，我高家便会横跨朝商两道，
更上一层楼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！有高公子在，高家必兴，南都必兴啊！宋景行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你护卫啊！你别给我打哑谜，一个寻常的护卫，能做到这些匪夷所思之事吗？护家国安稳，护天下太平，亦是护卫。你，我现在不能说，3日之后你自会明白。拆开看看。无耻！他们竟然敢用念念的死来威胁我们。小姐，我们要不要随便找个孩子来昭告天下，她就是舒雨姑娘的女儿？姐姐早已入土，她的夫君也不知所踪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佐证。那我们岂不是要将程锦财庄拱手相让？小姐，方才荣子派人来传话，说明日要在议事堂召开长老大会，宣布财庄长事易主之事。7年了，我想尽办法接近朝中之人，就是为了查清姐姐的死。可现在，本以为离真相不远，可是线索断了，程锦财庄也快保不住，所有事都快结束了。放心吧，他们没有机会得逞了。如今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唯一的机会就是找到姐姐的夫君，而我现在才刚刚接触到胡老，根本来不及。放心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舒雨，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。各位，自我容焉担任代理大掌事以来，程锦财庄日益兴盛，如今更有原木商行相助，成为天下闻名的财庄指日可待。可你们为何要背叛我？荣长事，话不要说这么难听，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招惹高家。就是，放眼整个南都，除了程景财庄，还有谁敢招惹高家？况且舒雨的女儿已经不在了，你终究只是个代理掌事，高公子此举不过是公平竞争罢了。各位长老说的极是。容颜，在这文书上画押，虽说结果都一样，但是这样让你死得体面一点。荣子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是啊，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7年，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？哎，就是这么小小的一张调查纸签，能让程锦钱庄落到我们手里。容颜，还真是谢谢你了。你拿了一张假调查，就想骗取整个财庄，你的手段够卑劣。假的？若是假的，那我们之前的决定……胡说八道！白纸黑字盖着印信，怎会有假？程景财庄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不，程景财庄本来就应该是姐姐的孩子的，对我而言，它只是查案的工具。这是姐姐的遗物。7年前，她离开程锦财庄，去边境寻找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可回来的却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。我恨那个男人害死了姐姐，所以我发誓，我要找到那个男人，亲手报仇。好，我帮你，但这个结果不会是你想要的。姑爷，如今已是死局了，那孩子已经不在了。少废话，赶紧在文书中画押。今日过后，程景财庄将会易主，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进来吧。
这是？这是朵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姨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小姨，宋景行，你，容颜，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？随便找个女孩冒充荣淑雨的女儿，真是可笑！你觉得用这种手段能骗过我们？你不过是自欺欺人。这玉镯的夹层中有我和朵朵的画像，还有淑雨的绝笔信。这什么？是这样？天哪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！荣姑娘，这不是真的？好，我帮你，但这结果不是你想要的。抱歉。荣朵朵是荣淑雨的女儿荣念，也是城景财庄唯一的继承人，也是我和荣淑雨的亲生女儿。这怎么可能？当时武王殿已经……这幅画像和绝笔信立刻会公之于众。荣烟作为城景财庄的代理大掌事，他的功劳无人能撼动。本继承人同意。我说过，城景财庄你们动不了的。宋景行，难道你就不好奇荣淑雨是怎么死的吗？淑雨的死跟你有关系。姑爷。蝼蚁就该躲藏在夹缝当中，既然敢抛头露面挑衅我，就别怪我抬腿碾死你们！走。阿烟，别碰我！秋月，带朵朵先出去吧。是，姑爷。你现在有机会杀了我，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这是我唯一一次想做10年之外的事情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一直都知道我的身份，为什么要耍我？姐姐的死跟你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他确实因我而死，这么好的人，亲自出来。别走！你姐姐的手，我亲自去摸。这件事情，别再参与。7年前，北境混战，我高家联合无望殿设下刺杀大计，10万将士尽买黄泉。没想到他宋景行
竟然能从鬼门关里逃回来。高少爷，当年会不会是荣书宇提前给宋景行报信，才让他逃过一劫啊？这个贱人，死了也不安生！即刻联系王牌，让望殿全员潜入南都，对这个家，让宋景行碎尸万段。高少爷，此举若是被察觉，也……卖国又如何？空下冒领战功，可来今日权势。咱要攻下大业，咱家彻底掌权之日。真想你，要么闭嘴，要么埋骨，别想阻拦我。小周，才听，好像是你的代替。高少爷，小的绝对不敢泄露出去半个字。高少爷饶命，请高少爷给小的一个机会。机会嘛，自然是有。宋景行是不是将他母亲吴淑敏葬在无锡山？是在无锡山。巧啊，我在无锡山。你去把那2座坟给我刨，将尸骨给我送到宋景行的面前，我要让他知道得罪高家的下场。高少爷，这要么你把他们挖出来，要么你自个给我躺进去。是。宋景行，都怪你！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参见教主。7年前，北境一战，10万阴魂埋骨他乡，这血海之仇，今日该清算了。教主，终于要动手了吗？传旨令下去，调兵等我消息。是。淑宇，娘，7年了，我终于给你们一个交代了。你们几个，赶快动手吧！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来这干嘛？刨坟，看不出来吗？动手！宋超，你知不知道这里躺着的可是你亲娘？你敢打我？宋景祥，是因为你害我吃尽骨头，今天要刨了这坟，死的就是我了。你疯了！她是你亲娘！宋景祥，还不滚！都是龙帮公子和白月会的人来了，这就是你的坟，动手！谁敢动这坟一根手指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哇，高公子可是丞相嫡子，白月会是龙都的地下霸主，弄死你是轻而易举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白月会的人来了！宋州，我再最后一次给你机会，赶紧跪下给娘磕头道歉！一个倒插门的女婿，少跟我在这指手画脚！够！自己要把尸骨翻出来，还得我面罪屈服。龙爷，就是他不让我吃光，而且还公然羞辱您，您赶快找人弄死他呀！对呀，龙爷，这明知道宋少爷是您的人，还怎么放在眼里？这简直重视的便是白玉会呀！景爷，您吩咐。景爷，拿下！啊！
不错，哥救我呀，哥！不用流血，将这辈子学上去学，给我打！娘，哥打死我！装模作样，接着打！等等，哥，我知道错了，哥。以后不要再跟高家勾结，以后不要再被别人当成傻子来骗。好，哥，我知道了。救不了你，哥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把男的牌放好。好。来的路上，兄弟们说，龙府前厅附近多了几个陌生面孔，一直在徘徊。说什么？就敢动他！找，把你们都掘地3尺，要找到阿燕。是。当年你姐姐死的时候也是这个年纪，你不是一直很好奇你姐姐是怎么死的？今夜在她的墓前，我就告诉你，那个贱人听高家与无望殿的遗传，跑去北境跟宋景仙通风报信。我找他整整10天。然后把他的皮完整的剥了下来，从这儿到这儿。今夜之后，所有的麻烦将会消失。3日后的封将大典，我将成为这南都新任将主，从此这南都我便是天。到时候可别忘了，南都要割让3座城池给我无望殿。好，高鼎。你这个卖国贼！南东百姓根本就不会放过你，定将你碎尸万段，给我姐姐报仇！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。容颜啊，你是不是还在等宋景行来救你啊？巧了，我们也在等他。这个地方已经被无望殿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是你们2个的埋骨之地。走。不好了，店主，他来了。按计划行事，他今天要死。店主，我们看不见他人，兄弟们都联系不上了。他们有多少人？1个，就他1个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别嚷嚷了，你的人都死了，该轮到你了，江我贼！宋景行，快跑！这是陷阱，他们不止这些人。你这么快解决我的手下，有点本事。但今天无望殿的顶级杀手齐聚，就是南都4大领来也得死，更何况是你！宋景行，你快走！去告诉他们所有人，我姐姐和南都将领都是他们勾结高家害死的。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荣淑雨的夫君。嘿嘿，他惨叫的时候救的是谁？宋景行，宋景行，求死！站住！宋景行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要么你当众自杀，要不让我杀了他！快跑！别听他的！闭嘴！
记住，要插心脏。再转一个。把他放了吧。当然可以。哎。为什么那么傻？我们本来就是小夫妻，不值得。我放了他，他不走，可别怪我。高兴，天，你说什么？他得死！给我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你怎么没死？魔鬼，他是魔鬼！阿燕，阿燕，心脏天生就在右侧。阿诺，在，领3万夜兰军，立刻集结南都，让无望殿血流成河，让高家血债血偿。高少爷，无望殿那边怎么说啊？放心，王俩传讯说宋景行已经自裁，容烟也死了，没人会知道当年的真相。这一场封将大典，就是我高家的登基大典。宋景行终于死了吗？那城景财庄，城景财庄就交给你负责了。至于宋景行的女儿，就入我高家为奴。多谢高公子。做得好，都是父亲教得好。我等提前祝贺父亲执掌南都，登峰造极。无言是南都4将之一，不除了他，终究是个隐患。无望殿已经布好局，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各位，7年前南都危难，叶兰将统领4将3军，踏平蛮江，护我南都万里疆域，却不幸在北境遭人刺杀。今日，陛下特命我为叶兰将举行大典，祭奠英魂，宜请叶兰将回魂。请叶兰将回魂。我现在年事已高，精力憔悴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帅。今日就当在叶兰将英魂的面前，请各位选拔出新的将领。能当南都之将的，必是盖世英雄。7年前是高家力挽狂澜，才保住了南都的有生力量，有了今日之繁盛。高家父子皆是栋梁之才，南都有高家，方才安定。我等举荐高家小公子高鼎为新任南都将领。
各位过誉了，当年一战，那些血染沙场的士兵，还有叶兰将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这将领之位，我儿受之有愧。丞相过谦，高家是南都最大的功臣，这个位置除了高公子，没人能坐。是啊，高鼎当为南都将领。既然如此，我却之不恭了。这云剑乃南都国器，将佩剑，国器有灵，唯有心怀万民者才能拔出。高公子，拔剑便可完成大典，请吧。不用试了啊！高鼎，镇云剑配不上你怎么还活着？镇云剑必有万民，其中心思阴邪之人玷污。你就是宋景行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已经……你不是说他的心脏已经被搅碎了吗？很意外吗？一次又一次，为什么你就是死不了？荣姑娘，你们突然闯入，有何重要事禀报？胡将军，他们未曾邀请就进入大典，我看他们是别有用心，快把他们拿下！大典虽重要，但也需分清是非。荣姑娘，有何事不妨直说。胡将军，昨夜高家勾结蛮将无望殿，欲将我与宋景行置于死地。此事你可知晓？无望殿乃蛮将势力，蛮将向来是我南都的死敌，高家怎会与他们勾结？高萌，荣姑娘所言是否属实？一个身份不明的市井小子，一个商贾之女，他们的话岂能轻信？依我看，这宋景行才是无望殿派来的细作，意图在今日扰乱朝堂格局。胡老明鉴，早在您寿宴之时，我等便发现这小子行迹可疑，只可惜被他巧言令色蒙混过关。寻常人怎会知晓破解密信之术？我看他背后肯定有势力支撑，如今看来，就是为了今日作乱而来。你们居然倒打一耙！荣燕，高鼎即将受任南都的将领，你觉得胡将军是信你呢，还是信攻心卓著的高家？宋景行，你又不是无望殿的人，身又如何在无望殿的刺杀中而活过来？只因我不仅是舒宇的夫君，更是叶兰将。7年前北境一战，我幸存的活下来，就是为了今日揭穿你们通敌叛国的罪行。此乃叶兰将令，诸位可验证真假？一派胡言，这明明是伪造的！来人，将此逆贼拿下！胡老，不要听信高家人的谗言，他早已和无望殿勾结，这父子皆是卖国贼。妖言惑众！胡老，此等扰乱朝堂的逆贼，当就地诛杀。你倒是命挺大，可你为什么要像跳梁小丑般出来蹦跶？乖乖躲起来等死，岂不是体面些？荣子安，你明知高家狼子野心，为何还助纣为虐？闭嘴！今日你一死，承启财庄便是我的，高家大业无人可挡。胡言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先将他带下去，待封将大典结束，我亲自审问。我不同意，封将大典事关重大，岂容此等变数？即刻将此人就地诛杀！叶兰神领到，见过孙美神领。宋景行、荣燕，见到神领，你们竟敢不行礼，你们未免太过放肆，真是目无尊卑。我等3位神领早已退役，今日只为封将大典而来，无需多礼。只是不知诸位为何要围困这3个人？阿诺神领来的正是时候，那小子叫宋景行，打扰大殿秩序，此为1罪。更可疑的是，他是无望殿的细作，意图在这行刺，还请神领为南都诛杀此祸害。请各位神领罪。
确实应该定罪，不过要定的是高家通敌叛国的反叛之罪。高家反叛？阿诺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自然知道。7年前，叶兰将信任你，将情报要务托付于你，却私下勾结无望殿，设计暗杀叶兰将，葬送我10万南都英魂，而后又带着亲信归来，将所有功劳揽在自己身上。高猛，我说的对吗？若阿诺神领你所言当真，当年叶兰将率兵连胜9国，军威赫赫，怎会在凯旋前夜战败？现在想来，此事本就疑点重重。南都将领之位，岂能落到你这种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人手上？若你掌权，便是我南都之耻。高猛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来人，将高猛拿下！哈哈哈哈！拿下我，你也配？为何迟疑？阿诺神灵所言还不够清楚吗？呼延，你还看不清形势？这些年来，我已与诸国定下盟约，他们已知叶兰将已死，此刻正陈兵边境，唯有我才能稳住局势。我若死，南都必遭9国围攻，你们都活不了。谁敢杀我？你不仅勾结于武望殿，还与昔日敌国私通。高猛，你将10万精锐的牺牲置于何地啊？与我何干？有高家在，南都才是南都。若无高家，南都存亡，与我何干？叶兰将已死，再无人能压制9国躁动。你们唯有依赖我。你们一次次阻碍高家崛起，很好。今日定让你们尝遍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世上再无第2位叶兰将。高猛，你将南都的国运绑在了自己身上，我们输了。叶兰将已死，高家当立，高家家主高猛，恭请各位赴死，助我南都升位。叶兰将已死，我爹爹不就在这儿呢？您别瞎咒人。小姑娘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宋景行，她是叶兰将，这小丫头怕不是失心疯了吧？荒唐！堂堂叶兰将怎么屈身做私宅护卫？你难道想让他用护卫的拳脚吓退9国联军？我高家与9国定约，还让无望殿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在这大殿当中，除了我高家亲信之外，谁也别想离开。就算叶兰将真的活着，他也不会蠢到自投罗网吧？是。你想干嘛？来人，将此人给我拿下！阿诺，你想鱼死网破吗？高猛，你还没有搞清楚，到底谁才是网中之鱼吧？宋锦行，为了南都的安危，你放弃吧，天命难违。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我可以为南都万世太平牺牲，也可以为南都万人牺牲，但是高家远不止让我如此。大胆！此乃叶兰将佩剑，你也敢触碰？哇！这当年9国为界，无信体以10万之众屠灭100万大军，今日区区一个高家，也配跟我谈天命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这气魄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、青龙4位神灵何在？末将参见叶兰将。末将参见叶兰将。
镇云剑竟轻易被他拔出。宋景行果真是叶兰将，原来如此。宋景行便是姐姐当年誓死追随的人。姐姐，我明白了。叶兰将，你是叶兰将，是南都的英雄，那我岂不是当了助纣为虐的人？怎么可能？若他真的是叶兰将，高家的谋划岂不是沦为了笑话？老臣当年没能护住叶兰将，罪该万死。如今叶兰将归来，南都有救了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与高家周旋。老臣不辛苦，这么多年，我只求能再见将主您一面。如今心愿已了，死而无憾。高萌，你可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赐予你的吗？你确实超乎我的预料，但如今南都战部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即便你归来，也不过是落毛凤凰，我死，南都亡。你肯拿南都国运赌一场吗？南都国运不是靠你委曲求全换来的，而是靠马踏天下军威打出来的。既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！宋景行，小心！干嘛呀？不可能！什么？梁子，7年前，昨夜，我明明测了你的心脏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因为我的心脏在左侧。怪不得你昨夜中箭，却安然无恙。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挑衅我南都的天威，今日事了，第一件事就是要踏平你们的无望殿，再然后让你们血流成河。叶兰将，我等并非真心叛逆，是高家逼迫，此事跟我们并没有关系啊！你们是说舒雨的死跟你们无关？叶儿，我是你二叔，我们血脉相连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曾以为你们只是贪图城景财庄的权势，却没想到为了利益，你们竟然亲手把我姐姐推向屠刀，如此狼心狗肺，还有何脸面求饶？堂姐，我们真的是被逼的呀，我们也不想的呀。荣家父子毒如蛇蝎，害死我父母和姐姐。荣爷恳请叶兰将为我荣家清理门户，报仇雪恨。就算你不说，这二人我也绝不会放过。宋景行，你别忘了，南都边部还在我手上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南都就会陷入大乱。我死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到时候南都内忧外患，我看你还如何解决？高萌，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。我要是死了，整个南都都得陪葬。只要你将叶兰将之位传给我，我还能饶你不死。好啊，那你下令。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想下令就尽管下令。叶兰将，高猛7年来暗中培植亲信，若真让他调动兵马，南都必乱，九国也会趁机反呐。是啊，叶兰将，万万不可冒险呐！古老无需担忧，让他下令便是。啊，这你们是你们逼我的，你们都将成为南都罪人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所有亲信的脑袋都在这儿。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还有其他亲信。经此一遭，你还以为其他亲信会效忠于你吗？从昨夜至今，我们已将你的党羽尽数清除，杀的手都软了。不可能，他们都是我亲手提拔起来的，怎么可能会背叛我？谁说是背叛？不过是清理逆党罢了。从昨夜接到叶兰将的命令，我们就开始清除你的党羽，加了整整1夜，终于将他们清除干净。把高猛的亲信全部给我拿下。是。当年我在明处，你们在暗处，
这7年我在暗处布局，就是为了今日把你们一网打尽。阿诺，让荣家父子、高家所有人打断他们的手脚，押去北京英烈墓前忏悔，让他们永世为战死的兵士守墓。是。你，我们俩只让你女儿陪葬。阿燕多多，干什么？我干您爹！我杀了你！我错了，一直都错了，对不起。这是胡话，等你好起来了，哥保护你啊！哥不让你再走弯路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不配做你弟弟。你是英雄，守护南都安宁，而我今日能护住他们，是不是也算英雄了？你是英雄，赵，听着，我们好多话还没说完呢，小赵。能有回头的机会，已经很好了。来世我来保护你赎罪。小赵，小赵，切切3军，少做这。教主，你要做什么？3日后，我要让他们随我兵踏南疆。这一战，我要让南疆彻底灭族。娘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保护好小周。锦行，你没有错。小周临走前，你们已经解开了所有谜团，他是带着救赎离开的。欲望滋生野心，野心催生罪恶。要是当年我能好好教导他，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教主，3军已集结完毕，9国趁乱出兵我南郡东部，这其中便有南疆。那就打！爹爹，打跑他们！好，爹爹这一次不只是打倒他们，要彻底打碎他们的脊骨，抽干他们的气焰，砸碎他们的野心，让他们永远记住，我们南都之人人人如龙，犯我南都者，虽远必诛。